大家好，我係 Archive 沙田班嘅 Jasper。咁咧，我啱啱咧就參加咗聯合國兒童基金嘅慈善跑，咁啊半馬啦。咁我啊啱啱創咗個 PB，就1個小時42分。咁我想分享嘅咧就係，其實我喺2025年1月，其實都係同一嘅賽事。咁當其時我用嘅時間咧就1個鐘頭52分幾。咁其實咧就係快咗10分鐘有多。咁而呢10分鐘咧，其實真係好多謝喺 Archive 呢個跑步班嘅，特別就係幾位阿 Sir 啦，就喺呢個過程咧對我有好悉心嘅指導、指正，同埋好多阿 Sir 啊，又同我哋一齊跟跑嘅時間嚟到講咧，除咗令我哋係會喺嗰個跑步嗰個進度改善啊、跑姿啊，同埋即係話喺嗰個跑速嗰方面係有所提升咧。咁其實係好多方面都有同我哋分享佢哋嗰個經驗啊，同埋就係話用嗰個策略㗎。咁所以對於喺跑步嗰個提升嗰方面嚟到講咧，真係有好大嘅幫助。咁當然啦，喺 Archive 嘅跑班嘅同學亦都好感謝佢哋同我一齊去到訓練，咁亦都係幫助到我嘅成長，幫助到我嘅進步，同埋喺嗰個跑姿啊各方面嘅改善。咁所以咧，真係好衷心感謝喺 Archive 跑班嘅教練們啦、同學們啦，對於我今次嗰個 PB 嗰方面嘅各種嘅幫助，同埋對於我嘅鞭策。